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明年的总统大选。根据着品管调民调中心，伫8月12甲13两天所做的上新的民调，若是蔡英文甲韩国瑜定高机，安尼蔡英文36.7%，压过韩国瑜的30.1%。啊，若是甲郭文摕、郭台铭甲王金平组成的铁三角，摕来甲蔡英文甲韩国瑜三脚拄来做一个比拼，安尼是白手啊白手真有饼。啊，一旦郭文摕、郭台铭甲王金平，若真正来联手，韩国瑜的民调阁一直拼袂起来，安尼国民党这道的选举恐惊会真辛苦。总统好，总统好。新人做总统较好，依照品观点民调中心2200份有效的样本95%的信心水准调查显示，若是讲蔡英文、韩国瑜对决，目前蔡英文是36.7，领先韩国瑜30.1。来看两人支持度的变化，韩国瑜为7月中超过4成支持度，遥遥领先蔡英文的33.7%，验过到8月中落到剩3成。蔡英文的支持度虽然成长无济，验过拢是咧进步。7月底蔡韩两人出现支持度倒并，那也敢有可能定前换将？如果越来越多的泛蓝以及中间选民支持去泛韩的话，那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了。那所以这还跟铁三角的力量有没有集结很有关。一旦郭文摕、郭台铭、王金平三个人铁三角对这个蔡英文、韩国瑜，安尼就拼面啊！伫《苹果日报》最新的民调显示，讲韩国瑜是排上尾。这个星期天的会面，加上如果韩总没有脱离麻将风暴的话，黄金交叉是很有可能出现的。最尴尬的人，应该就是吴敦义吴主席。会听韩国瑜当选，还是将韩国瑜甲动起来？选战的风云变化莫清。